吗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吗？那人家没办法过中秋哎。当下发生什么事啊？是操作不慎还是怎么样？弄死人的姓平驾驶面对记者质问，拢无讲话。除了超车无细字，敢有假毒赛车嘛是关键。医生认讲有食丧尸烟弹，也过无承认甲车祸有直接的关联。新竹福林中学前的死亡车祸，行车记录器画面有看到，车明明是驶直线，驾驶拍上黄灯，失控去弄到正向的乌托邦，佮弄到电火条啊，现场的人拢惊到。很恐怖哎！对啊，你看小朋友安全帽在地上 ，Hello Kitty 的、啊。代志发生后，这个查甫人坐伫边仔咧食薰，涂骹佫有放一支假枪。警方到现场了后，伊佫想要去车顶找物件，原来有毒品。因为我们家出事，那白色衣服就已经先走掉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因为监视器看不到，他们是说走，其实没有走远，走到那边不知道怎样，又回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来。副驾驶座姓平的小姐，原来是早起的通缉犯，暂时警方嘛将伊家抓回去。经查，该名女子是彭姓女子，于交通事故后由119附送国军医院做一个救护，那事后也已经查缉到案。严重车祸造成1死6伤，福林国中前的车祸现场，面入去弄到电火条啊，无辜71岁的负责人被弄一个无命。车祸去影响到2台车，姓平的查甫人无正常的驾驶行为，到底甲毒品敢有关系？警方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